卫生福利部统计，最近3档家庭暴力的通报案件成长2成。这礼拜四，立法院要审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修正草案。早起民众党的党团就针对恐怖情人的条款，要求政府爱予检警伫顶紧急的状况会当来驱除加害者，以防受害者搁再一届受伤。 今年9月，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走去甲前女朋友赌30外刀。事实上，这个小姐伫6月就已经有申请着保护令，所以是受到严重的伤害，对这地当看出法令的不足。立法院办事特别审议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草案，民众党也提出应该予检警会当伫第一时间驱除加害者，保护受害者，让相关单位呢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直接做到拘提加害者的一个权利。我们希望可以去快速的保障这些受害人，避免再次的被加害。 另外，侪家暴的受害者是囡仔，但是目前的法规当中，加害者若是直系血亲，会当免经过受害者同意去调户籍查到受害者住伫倒，继续去骚扰伤害受害者。卫福部嘛暗算要甲受法禁止，妇安会嘛建议爱予捌受过家暴的人有完整的心理咨询。修复童年目睹家暴的一些状况的，还有影响跟创伤的部分。那对于他们就是成年之后，他怎么去 面对这件事情，然后可以在生活上是跟家庭工作上能够好好适应，这是需要有人协助的。如果这一块可以做起来的话，其实整个预防机制都会蛮完整的。妇安会特别指出讲，侪人是细汉时受家暴，可能大汉了后会成做加害者。希望这届受害会当注重受家暴了后的心理咨询，安尼家暴防治才会当较矫正。记者卢尚如、曾顺尧台北报道。